去商店买衣服。听说北京的冬天很冷，我还没有羽绒服呢，想去买一件。麦克说，有一家商店，那里的衣服又好又便宜。我说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吧。麦克说，对不起，明天我一个朋友来中国旅行，我要去机场接他，不能跟你一起去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一个人去。玛丽听说我要去买衣服，说，我也想买羽绒服，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我说，当然好啊，我正想找人跟我一起去呢。我问玛丽，明天我们几点出发？玛丽说，明天是星期天，坐车的人一定很多，我们早点去吧，8点走怎么样？我说，好吧，那个商店离学校不太远，我们不用坐车去，可以骑车去。行，玛丽说，听说有一个展览很好看，我很想去看看，你想不想看？我说，我也很想去看，我们一起去吧。玛丽说，好，我跟你一起去买衣服，你跟我一起去看展览。